百运走走，这样就可以睡觉。但那也不是啊，你要轮班做到夜班的时候，你那时候就会想到家里，哎呦，那么累，家里多好啊。你们也是会啊，也是会哭。看他们出来的时候，很像那个猴子一样啊，满身都是黑黑的，只是那个里面那个眼睛啊，这样那个白白的才看得出来，跟牙齿笑笑的时候才牙齿白白。我开轻车上山也是10几年，也碰过了，还是什么样的这人也碰过，我也差一点被杀，也给人家这个脖子也被人家呛过。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是要捡煤炭，拿来烧火、煮菜、煮饭用。那时候我们只是为了家庭这个补贴家庭生活，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进步啊，就这样子永远就在这个地方。像我们以前来这边的时候还是单身汉，也想不到说就在这个地方注定了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河海耶yan，河海洋，河海洋，洋河一耶yan。在台湾约35万多人口的原住民之中，一般通称为阿密斯的族群，自称为板藏。目前有13多万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族，主要是居住在花东纵谷和海岸山脉地区。板藏以前是以土或种稻为主，板藏称居住的地方为米亚洛，在花东纵谷的米亚洛，土地广大，而且人数众多，集中定居例如阿达岸、达法洛。板藏的传统财产继承是以女人为主，结婚方式，男人则嫁入女方家中，称为嘎拉夫。另外，男性年龄阶级主持，每一年龄阶级都有各自的职能，需遵守敬老尊贤、集体合作的原则。管辖具有军事与政治的重要功能，对板藏的社会影响深远。战后的台湾，国民政府致力发展工商业。1950年代，台湾社会已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出口导向的工业经济，导致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都市谋生。台湾原住民不可避免的也受到市场的经济的介入，也再也无法依靠传统的农作、狩猎和捕鱼维持生活，导致部落人口外流，大量投入劳力市场的底层。原住民族各族的都市移民中，以阿美族的人口最多，因为战后的山地政策将原住民族划分为山地三胞与平地三胞，前者有山地保留地的政策保障，而属于平地三胞的阿美族却没有山地保留地，因此在原基地的土地大量流失和农业萧条之下，族人生活困苦，不得不离开家乡，到陌生的都市求发展。离开部落的心情是又难过又茫然。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呢？因为没有土地，不能靠做农生活，在花莲、台东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只好到台北想办法赚钱过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就留在都市。一些来到都市的阿美族人分别到了不同的地方，有的到南港民丰铁工厂，有的到士林星光纺织厂，也有到平溪的青铜煤矿。他们抱着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面对着都市现实环境对他们的考验，从此展开了从部落到都市的移民辛酸旅程。1960年代初，许多正值年轻力壮的阿美族人进入民丰铁工厂工作。民丰铁工厂是一间台日技术合作的工厂，将近200多位的阿美族青年付出了他们的青春与汗水。我原本住在家的时候，我是整个家里面是算老大。我本来想做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农村青年，有一家铁工厂，就是民丰铁工厂。他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去找那些会讲日语的年轻人，就跑到光复去找人。那所有的年轻人就到光复去应征了。那分成2个部分，所有的男青年集中这个地方，那女青年呢就在星光纺织厂室里。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好像是训练中心的一个新兵一样。那天我们来报道，当时报道是对，第二天就是不一样了。晚上我们是白天上班8小时，是8点准时上班，然后5点下班。在这个8个小时里面，还有10点休息半个小时，10点半开始，然后下午2点半休息，3点开始，4点半休息就扫地，整理这个工厂里面的这个周围，清扫，然后5点就准时下班，然后这个时间5点以后是你的时间，你如果说要洗澡啦，就是这样。吃饭当然是在里面吃饭，因为我们的食堂也在里面。吃饱饭以后，你不能出去了，因为外面有守卫啊，守卫来给你控制，不能给你出去。7点半就是晚自习，就是在那餐厅里面，他就叫我们那个日语的那个阿姨，就在那个墙壁上，就这样教。7点半开始，到9点半，9点半结束，就晚自习呀。来晚自习啊，来点名啊，来报数。哦，真的，夜班的时候实在最累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睡觉嘛，又撑不住。还你上班时，哎，这个那个都当那个冰蛙上来过，哎呀，哎。民丰铁工厂开工到结束这段时间，算10几年这段时间。真正他在运作的时间刚好10年，这10年当中最少死了5个，这是现场式。我们原来相当的去洗菜那个6次厂，都在那个从在那边，就在那个肠与肠中间，肉骨跟肉骨中间，那个肺的旁边。冲过去，那么个很长，哇，那个这个那算了，那个那是，就台大那个台湾的那个台大。你那边的时候，如果晚上赶着睡啊，机器都很大嘛，你们那时候有没有发生过那种什么职业灾害吗？受伤害有伤到？那个光复的，被那个机器卷了，结果。这个还有这里，他长头发嘛，他这个地方被那个机器卷的时候，他整个那个皮呀，都是汉人的那些几个同事啊，知道用什么阳光来看我们，在生产线里面呢，常常都是，反正都是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呢，他们就讲一讲，就是离不开那一句话，什么山地人哦。山地人有什么？那只不过是，这听起来是很难听的，蛮不喜欢听到那一句话。除了民丰与星光之外，另外还有一批赶在移民到青铜煤矿。青铜煤矿位于台北县
平溪乡青铜村，创于民国46年，不过现在已经停采了。来自台东的林佐兰先生与林金月女士夫妇，当时跟着300多名的党障，陆陆续续移民到青铜煤矿讨生活。后面这个也大好。到时候到南京去，到那方去，到台北。你说完都是到哪去？这边是那个放煤炭的，从那个地方下来哈，车子就在下面，等那个煤炭下来，就这样子开过去。1996年的夏天，夫妇俩特别带着反调人员与孙子再度的走访特别近20年早已封闭的青铜煤矿区。当时这里是他们来台北的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同时在此生活了11年。你以前是这样子，这边洗澡、洗衣服啦。以前我们在这边晚上都很热闹啊，都在一起喝酒这样啊，很热闹。还有人那边干的，就不有呢，这个100，哎，那边400，这边2栋，那边4栋，大那边，重要那边，就还没住呢。68到85几年了。我要20年了呢，19年了呢。啊，嘉怡过来。我的，这个时间你看，都变得很多了，那个房子都没有了。我就是要看那个房子的时候还在不在，就没有了。现在过了将3季嘛，在新的房子在这里。这个中苗了，这这边那个很重的，苗了你。把这个地的苗家刚家在些把出门地嘞，苗了这个把出门地了都呀，都变了，俺这看什么个我妈不对的，33多35里面，那个地瓜，那个地瓜嘛，有地瓜那个水，水桶你，对，有没有？水桶哦，一个人，不过，今天我当然我们做在嘞，只一个人，把东西想得好，行得好，我这么快了，你说，我是第三个人，我不讲，我第三个亲戚，我能知道，我先知道个，是下给你看了给我的地方啊，这个不对啊，然后过一个，把我搬出来，把过就没有了，搬出在那个就短裤到里面。哎，你帮我好了，还有外面的，这这个把你铲进去，按照快进去，原来我那种黑的水的啦，烧哎，对，在是忙的，按这是烧脑，妈的，我的把这样子的。很像别人那样。你们是今天带的哦，你的先生在那里，好啊。这不到。西藏的嘛的。我的先生在这里，在都来你们。差不多12点。好。12点的时候。还要吃饭。准备吃饭。准备吃饭。不行的，不是，你还在后面的给他回去下去呀。给拿麦黄母啦，我给你。你已经在下面了。那个，这是这样子，这样子，那是这样子。你要跟那把多的西装，那是这样。你要到后面呢，那在后面，那能够，就是把货我说没够我。还有就不得你安的不安的这样高嘛？没多少你，那个姑娘，哪里对？今天晚上这样高啊？
你别打高啊。对。对吧？你看，怎么说？你去下海的队，下来啦，哎呀啊，下到了，那都放在那好了，你帮我走掉了。以前你也在滚的嘛？到现在你了，我也就是啊，捧场很多，捧场很多。以前在这边做生意的，在这边这个是电视公司的哈。好了，其实白头发也很好看，现场一样。这个边在那边呢，相对当然大，他们现在现场也是白头发。我们那边的那个还没都认识的，你看跟产品没关系，都知道，那个拿出来。那边。没放的那个，好。这个还在。教我这个可以。对了。为什么？这个是我每天早上来这边打卡的，因为要知道是他一天所做的那个工钱多少，所以说每天早上是来这边来打卡，才知道说他这一天所做的多少。喂，哎，没有嘞，哎。另外有的板炸城市运输业，王继雄先生目前在汐止一家货柜公司当司机，每天早出晚归，努力工作。强调人员特别跟车访问，他也说到了开货柜车的辛苦之处。2853。474，好。我以前起初刚开始是工作蛮顺利的，很多我们经济还很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平均跑30趟，2趟差不多就是说早上1趟，下午1趟，然后傍晚又出去又1趟，回来就开始玩了。第4趟的时候就跑到凌晨了啦。因为凌晨比较越来越累了，时间就慢慢就拖长了。然后到那边的话，也要卸货啊，有时候要等人，因为3更半有时候还没有人要开门，要拜托人家。回来差不多也要天亮了啦，差不多4趟，还要天亮。然后回来大家也累了，然后又一个人想说回去也累了啊，干脆就在车场睡觉，几乎。1个礼拜之中跟车子一起睡觉有3、4次了，以前啊。你工作时间那么长，会不会很困难？怎么办？很困难。会啊，自己利用，就是说像那个货要卸货的之中那个时间，利用这个空档自己补那个睡眠。开车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到了货主那边哦，比如说卸半个小时的货，或是卸1个小时的，有时候长的时间呢会卸2个小时、3个小时都有啊，就利用这个空档去睡觉啊。反正我们是没有卸货的啦，我们司机有一点啊，有时候就我们的传统啊，就喝那个威士比啊、咖啡啊，这样一直喝，有时候会睡不着觉啊，到天亮，就是这样啊，槟榔咬着这样啊，就一直这样。好，这样，那时间睡眠就是看自己抽空时间啊，不可能啊！如果说你要照正常说回家睡觉，根本没有时间啊。以前的时间是这样，没有时间睡觉。随着台湾经济的转变，职业的项目有相当多元。以目前三观社区的就业情况来看，可以说以第一代移民的职业有一些不同。以前板炸移民大部分从事于钢铁业、纺织业、矿业以及运输业。现在三观社区的族人，有的做木工、板模、修水电，甚至有的在家里代工、开店或卖槟榔等。身为移民的家庭主妇是非常辛苦的，在物质生活贫困下，他们负起照顾家庭与小孩的责任。
在都市迁移扮演了幕后工程的角色。高乐谈到了他当时的生活种种。铁路边那边都是猪寮，也是租给我们。什么样的猪寮？就是因为人家养猪的地方养猪过了以后他们已经把那些猪卖掉了，后变成空的。那我们这几个阿妹在民丰上班的那几个青年呢，他们结婚了，他们也有个成家了，对不对？要找房子租房子找不到房子，那只好住那种最简陋的一种房子来住那时候没有那个瓦斯，大部分都是用木炭的。煤球，我们买不起煤球，煤炭我们用煤炭来用。那厨房的话是大家一起，你煮你的，我煮的，那就这样就在一个厨房。有一次好像不知道哪一年，你的妈妈好像认识什么人，我告诉她是三重市很多的都跟，就这样然后你妈妈从那边采回来，回来安尼来回给一袋一袋的这样带回来，然后放在家里，我们就每天去吃那个打豆棍那我们几个呢，反正是少夫跟你妈妈他们在一起跟着他们，因为你妈妈知道那个地方我们就跟你妈妈讲，你们在哪里去采打豆棍？还有你妈妈说你来三重港那啥坐什么车他就告诉我们306要怎么搭，我们这样他就这样告诉我们。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跟着你妈妈他们好几批反正好几个少妇也跟你妈妈年纪大的像杨桂丽的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带了一个什么灰碟去那边去采就在三重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也是稻田果园最多了。领坡那个果园那个地方我打不跟打不跟地方然后我们就背着小孩子跟着他们去采工作的艰苦，生活的困难，并没有打倒反在移民的信心，他们依然在都市继续努力地生活。然而，因为工作流动性大，一直搬来搬去，孩子无法安定求学，实在有需要设法定居下来。1976年，有一些在南港工作的族人，为了解决住的问题，于是兴起了集体自立购屋和新建社区住宅的想法。于是他们组成了建村委员会，分别到各地寻找适合的地点，并且召开多场说明会，招募散居都市各地的族人，筹钱购买房子。经过千辛万苦，1979年终于在县址动工新建商关社区。原本预计新建300户自住宅，但因购买能力与地处偏僻的因素，只建了160户，其中有一些是汉人购买的住户。所有的房子在台北市落脚，真正在台北市目前买房子的有几个？不到10个。几乎所有的房子就是往台北县买的，主要原因呢，太贵。那是台北市。我在建这个三光新村这个段之后，整整有2年的时间做一个说明会，到处去推广，所以我才知道每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人，不亚于那些选举的时候的一个政见发表会。我到哪里，我的题目是先人种树，后人乘凉，题目都不一。你包括mata asa itu ko kira, migrasi aman no hari ko. Ani ni kalau mata kira, ay iwal ko datangan no. 当时有召集的时候，也是这一整教会你集合，也是讨论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也是谈得很激烈的，
也是人家也是反对的很厉害。都市山报是什么？你在家乡没有办法生存，只好随手风飘到的你不应该去的地方，还有落脚到台北的，叫做都市山报。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你来的时候都是人地生疏，因为这个的缘故，才把山光场建出来。那山光场什么？山报的光，希望大家聚集在这边，为我们的山报来发扬光大。那时候你山大山的又不是很快的去做，我们还好，他会多2年呢，配上我们的6000的。如果是医生是1年的，比1年的领导，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先去找那个营造厂，我们随便不买多的那个墙壁，去问他，有没有人有意啊，帮我们去盖房子啊？那怎么样？条件呢？你帮我们建，我们帮你找人啊，去画。好啊，那哪里不好，活都不会，因为那个建商最怕的什么？做好房子没人买啊。那现在有人买，那是哪一个建商？除非是傻瓜不建了。结果好讲好的，人一大堆人来了，甚至我那时候也发动了整个台北县曾经也这边举办过一次联合丰年祭，甚至说举办过一次很好的圣诞节，在这边就在314少的乡那边，因为后面还很对啊，那时候还有很多房子还没有卖啊，也透过这种教会团体这边举办过一次，那个都是有人安排的呢，那去推这样推销呢，还是效果不彰啊。那么这个时候，那办法呀，我们到早地好像这，那时候我刚新任的面很不好看啊。那现在我很大方的在走，我毕竟走得很正。社区的住宅建筑虽然完成，但是各种建设和活动的推展并不容易。1979年，在天主教的协助下，成立三光社区服务中心。初步的工作就是设立托儿所，并提供学生课业辅导和妈妈教室等活动，比较没有宗教色彩。1992年，为了配合相关的行政措施，建村委员会改为生活改进协进会，以便推动社区组织与活动。教会在板寨移民社区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除了宗教信仰的寄托，也让族人有了一个互相联系和沟通的场所。此外，汐止原住民青年会是社区板寨移民后裔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常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推动社区活动的一支生力军。头目制度是板寨的文化传统，社区建立以后，曾有一段时间并没有设立头目制度，直到1982年才开始选头目，人民阶级也开始运作。丰年祭板寨称之为以利信，是一项重要的传统祭典活动。1978年，三光社区举行了第一次的以利信。宜兰每年的丰年祭是由汐止镇原住民生活改进协进会的主席、干部们、社区头目以及长老们开会共同决定，并由协进会负责举办。以往协进会的主要干部大多来自三光社区，有关社区活动的推展、教育沟通。不过近年来，汐止镇原住民移民人口不断的增加，协进会的干部不再以三光社区为主，也导致各方意见和理念的分歧。三光社区从1979年动工以来，至今已20年了。当年建村委员会
与社区族人经过了各方面的努力与波折，才能在现实复杂的都市中建立一个新的家园。然而10多年来，台北都会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人口大量的增加与向外的扩张，使得汐止镇处处盖满了高楼大厦。20年前，三湾社区四周的田野风光，如今已被新建的高楼取代。由于台北都会区的土地开发，使得地处边陲的三湾社区也成了建商的目标。1993年，由五丰建设公司以社区部分居民组成的重建委员会，以合力建设的方式，将一排2层住宅改建为14层的五丰大楼，其他的住宅并没有改建，但因住宅空间使用不足，大多加盖顶楼。三湾社区的建立，吸引了不少绑架在附近购屋及租屋，部分住在三湾社区的族人也迁出去住在附近重建的大楼。另一方面，许多汉人也陆续的迁入社区以及四周的高楼大厦，对三湾社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都市新家园的行立，定居与发展，的确是一条漫长的移民路程。绑架移民离开原居地到都市，经历了艰辛漫长的辛酸岁月，都市已成了他们的第2个故乡。长期以来，族人所面临的困境，例如教育、文化传承、社区发展与住宅改建等问题，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重视。为了延续我们三包的文化，这个三包含的加强一起就是阿美文化，你们都能帮上啊。那个高啊，我三年不跟我三包这样多拿来啥？三光啊，我那三光，我那我跟我们都马三帮菜，啥过来三光，我那些了，我那那路，你都马三帮菜，你那个当天，那我那我那你都马三帮菜，有可能你people，你都马三帮菜，有可能你路，你都马三帮菜，我一个都没都帮菜，你呢？yang kata三光啊，那么说的。